英皇娛樂演藝創意學院重點推介流行曲演繹技巧訓練課程。課程係以時下嘅流行曲作為學習嘅藍本，從而教授歌曲嘅演繹技巧，掌握歌曲嘅基本演繹方式，增強喺歌唱方面嘅信心同埋投入感，有助於日後能夠喺試音、歌唱比賽或者喺其他嘅表演活動上面有穩定嘅發揮，同埋保持良好嘅水準。務求喺短時間內幫助學員提升歌唱技巧，掌握唱流行曲嘅要訣，成為 K 歌高手。透過喺歌唱領域上嘅知識同埋訓練，上課形式以小組訓練為主，並輔以個別指導，令導師能夠跟進每個學員嘅歌唱進度。課程亦由豐富歌唱教學經驗同埋主修聲樂嘅專業導師每堂親自授教，喺優質嘅導師悉心指導之下，令同學得到更大嘅進步。其中課程特點包括聲區運用、丹田原理、發聲訓練、流行曲練習、歌者方向輔導、錄音輔導等等。學院設有專業錄音室，令同學能夠有真正體驗專業錄歌訓練嘅機會。喺全隔音嘅環境之下，學員可以更加清晰了解自我歌唱特點，以及體驗職業歌手嘅錄音情況，真實掌握錄音技巧。學員更有機會透過參加校內活動，例如電影面試或者歌唱選拔等等，吸取更加多嘅幕前演出經驗。而表現良好或者有潛質嘅學員，更有機會被推薦參與其他嘅發展機會。而家我哋可以聽一聽我哋嘅畢業生嘅一啲分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英皇娛樂演藝創意學院歌唱訓練班第2屆嘅畢業生，我係 Raul。我自己本身咧就係演藝學院聲樂系畢業嘅，咁一路以嚟學嘅都係古典音樂啦。咁但係自己對唱流行曲都非常之有興趣嘅，咁都知道自己喺呢一方面係非常欠缺技巧咧，咁所以就嚟報讀呢個課程啦。咁讀完呢個課程之後咧，真係學到好多有關唱流行曲嘅技巧，同埋對歌詞分析嘅技巧啦。咁我自己日常生活嘅工作咧，都係同唱流行曲同埋現代音樂有關嘅，所以對我自己嚟講係非常有幫助。咁喺呢個歌唱班入邊都認識到一班中意唱歌嘅朋友，大家就好似一個大家庭咁，非常之開心。所以咧，中意唱歌嘅你，快啲嚟報名啦！